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甜品嘅食譜，呢個就係芒果布甸。其實喺之前嘅視頻，我都同大家分享過一個芒果布甸嘅食譜，但我一直都想做一個近似酒店自助餐嘅芒果布甸，所以我將材料嘅份量再重新調整一次，做出呢個近似酒店自助餐味道嘅芒果布甸。趁住夏天，同大家分享呢一個更香滑、更美味嘅夏日甜品——芒果布甸改良版，希望大家鍾意。做呢一個芒果布甸嘅材料包括有芒果1個、羅拔臣芒果啫喱粉80克裝1盒、牛奶50毫升、淡奶100毫升以及熱水280毫升。將1盒80克羅拔臣芒果啫喱粉打開，放入碗裏面，然後加入280毫升熱水，再用匙羹攪勻直至啫喱粉完全溶解，然後等啫喱略為攤凍，備用。趁呢段時間，將芒果清洗乾淨，去皮，然後切成小粒，備用。啫喱已經略為攤凍，我哋將50毫升牛奶、100毫升淡奶以及芒果粒放入碗裏面，再將所有材料攪勻。然後用保鮮紙蓋好，再放入雪櫃雪凍大約4個鐘。一個香濃美味、口感香滑嘅芒果布甸就完成咗啦。有時間不妨試一試。如果大家喜歡呢一個視頻，請大家留言、分享、按讚同訂閱。我會繼續同大家分享一啲美味嘅食譜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再見。